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開始呢，我哋會開始一個新嘅系列嘅講章，屬靈惰性。呢一個系列係圍繞住我哋基督徒嘅屬靈惰性去寫嘅。我哋基督徒喺唔同嘅信仰歷程當中，因為唔同嘅原因，導致我哋大部分嘅信徒呢都信得好攰啊，所以都存在住唔同程度同埋唔同方面嘅屬靈惰性、冷淡同埋缺乏一顆渴慕嘅心。我自己呢都曾經有一段好長嘅時間，感覺呢信得好攰啊，就係有一種唔想去讀經、唔想去禱告嘅感覺。我哋一齊嚟分析，到底係咩原因導致我哋有呢一種屬靈嘅惰性，甚至係屬靈厭食症啊？而我哋又點樣去應對改變，配合聖靈扭轉呢一個局面？呢一個系列一共有8集，每一集呢都會教大家呢一啲屬靈嘅操練。我哋由淺入深，今日係第一集，過得太匆忙。呢一集呢，我哋將會學點樣去操練默想。忙啊，忙呢有兩種，第一種呢就係外面嘅事情好多，第二種呢就係心裏邊嘅諗法好多。比較麻煩嘅呢係第二種嘅忙，即係個心好亂啦。我曾經講過一個人，佢係成本聖經當中呢人生狀態係最匆忙嘅人啦。關於佢嘅人生際遇，佢自己係最難理解嘅。但係就喺佢咁匆忙混亂嘅情況底下，佢都堅持去默想喎。佢就係主耶穌肉身嘅母親瑪利亞啦。聖經一開始介紹佢呢，就已經講到好好嘅一個青春少艾啊，訂咗婚，準備結婚啦。點樣知道突然之間未婚先孕喎？哇！呢一個呢，對於當其時猶太傳統嚟講呢，係一大禁忌嚟噶，而且係死罪啊，係要被石頭打死噶，而且係關乎一個家族嘅聲譽、祖宗18代嘅面子啊。一個女仔就算食咗豹子膽啊，都絕對唔夠膽未婚懷孕嘅。而佢呢，竟然接受咗從神而嚟、從聖靈感孕。佢好似好天真一樣啊，諗都冇諗過，萬一被人發現咗之後點算啊？呢個結婚仲結唔結得成呢？結咗婚之後，人哋點樣睇佢呢？佢呢一生點樣抬起頭啊？點樣面對其他人嘅閒言閒語啊？結果呢都係穿崩啦，俾佢嘅未婚夫發現。難得嘅係佢嘅未婚夫約瑟係一個義人，亦都接受咗天使嘅提示，將佢迎娶過嚟。大家有冇諗過，成件事對於一個少女嚟講係幾咁匆忙，幾咁混亂啊？你問嗰啲未婚懷孕嘅女仔啊，初期懷孕，身體啊又嘔啦，又頭暈啦，又變肥啦，咩心情都冇晒，仲要咁操勞去準備結婚嘅事。結咗婚之後，都仲未適應新婚生活，亦都冇享受過啲咩蜜月㗎，都仲未趕得切去享受作為人哋嘅妻子嘅快樂，咁快就要準備個 BB 出世啦。又啱啱好嚇，瑪利亞遇上咗咸豐年先一次嘅報名上冊，要返去猶太地嗰度帶住個肚，呢邊都未有適應好啫，嗰邊又有變動，連生仔之前啊，都仲未揾到落腳嘅地方，咁匆忙、咁混亂嘅人生啊！我自己都講過，我對瑪利亞呢非常之有同感啊，因為呢，我同我老公呢結咗婚5年嚇，我哋頭5年呢將嗰5年嘅時間奉獻俾上帝，我喺教會裏邊全職服侍咗嗰5年，我哋冇要 BB。5年之後呢，因為感覺喺教會裏邊人心呢比較複雜，所以呢，我就帶住神嘅一個更深層嘅一個 calling 呢，就去完成心理輔導學，運用呢個智慧呢，諗住將神學可以更深刻咁樣對症下藥，帶到去人嘅心裏邊。我就係喺最後1年就快畢業嘅時候有咗我個女。當我有咗我個女，陀到去9個月嘅時候呢，嗰陣時呢，我正在為我嘅心理輔導學畢業之前最後一篇論文講功啊，仲有10幾個鐘頭實習嘅課程，嗰啲嘅 cases 我仲未完結，而且呢，我已經被輔導中心聘請咗啦。
返工嘅日子亦都預定咗喺我預產期之後嘅1個月，即係話呢，我坐完月呢就要返工啦。生仔之前呢，總係好多嘢諗㗎，但係偏偏就喺生仔之前，全部嘢逼埋一堆，好緊迫。當其時呢，我就摸住個肚，我同我個女講，我話：女啊，你千祈唔好早產啊！呢頭講完啫，嗰頭點樣知道？我哋住嗰個地方呢，我哋租屋住嗰時，嗰個業主呢，偏偏呢就喺呢個時候要逼我哋喺1個月之內呢要去遷離。哇！帶住9個月嘅肚啊，要去邊度揾地方啊？咁緊迫，全盤嘅預算呢都被打亂啦，一時之間壓力飆升啊！感謝主啊！就喺當其時呢，我喺默想嘅過程裏邊，上帝讓我諗起瑪利亞呢一個咁匆忙嘅人生，而被呢一個咁匆忙嘅人生去感動到我。你明唔明啊？冇一個媽媽係想喺咁混亂嘅狀態底下，帶住許許多多未知之數，帶住慌張咁嘅情況下生仔㗎。我相信我比瑪利亞呢都還要好，冇咁混亂。至少當其時我已經同我老公結咗婚5年啦，有一定嘅默契啦。可能因為周居勞動啦，可能因為壓力大啦，有生個仔嗰啲呢都知道嚇，懷孕去到最後1-2個月呢，子宮收縮開始越嚟越頻密，從每日可能1次到每日幾次，壓力大，周居勞動力大，就會直接影響宮縮嗰個嘅頻密，呢個就係早產嘅徵兆啦。結果瑪利亞佢只能夠匆匆忙忙咁樣喺馬槽裏邊生咗主耶穌。有邊個女仔唔想結婚嘅時候風風光光啊？唔想生仔嘅時候體體面面啊？瑪利亞嘅人生好匆忙啊，好混亂啊！喺路加福音嘅第2章，牧羊人聽見天使向佢哋所報關於救主嘅消息呢，佢哋就急忙咁樣去啦，就尋見瑪利亞同埋約瑟，又有嗰個嬰孩呢臥在馬槽裏邊。既然佢哋見到呢一個 BB，佢哋就將天使嘅話呢去傳開啦。跟住之後呢，路加福音2章19節就講到，瑪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裏，反覆思想。好，跟住呢，去到主耶穌律法之子12歲嘅年紀啊，按照佢哋嘅傳統呢，佢嘅父母呢係要將佢帶到去耶路撒冷過逾越節嘅，去做一啲嘅儀式。點不知道呢？喺返屋企嘅路程當中，瑪利亞以為啱啱成為咗律法之子嘅耶穌應該係跟住嗰班男人，跟住佢阿爸行喺前面嘅，而約瑟呢又以為耶穌一向都係跟住啲女人行喺後面嘅咯。於是乎行咗1日，先至發現，個仔唔喺你度，又唔喺我度喎，咁個仔去咗邊度呢？於是乎就匆匆忙忙咁樣去揾唔到，就返去耶路撒冷揾啦。返到去耶路撒冷已經係過咗3日啦，就遇見佢呢喺呢一個殿裏邊坐喺啲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凡係聽見佢所講嘅説話呢，都稱讚佢嘅聰明同埋佢嘅應對。佢嘅父母睇到咧，佢係好稀奇喎。瑪利亞就同耶穌講啦：我兒為什麼向我們這樣行呢？看你父親和我傷心嚟到去揾你啊！傷心嘅原文呢，其實就係好擔心，氣急敗壞啊！耶穌點樣講呢？耶穌就回答佢母親啦：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咩？哇！呢一個仔嚇，返屋企一定要教訓一餐啊，係咪啊？我女呢有一次呢都走失咗。當其時呢喺印尼，喺一個 shopping centre 裏邊啊，購物商場，我喺度揀衫啦，佢就喺我旁邊。點樣知道一下子我一擰轉個頭，我就唔見咗個女喎，唔知佢跑咗去邊度啊！嗰時呢，我即刻打電話俾我老公，我話點算啊？晴晴唔見咗啊！佢嘅反應呢，第一句呢就係你唔好玩啊，好似我喺度同佢講笑咁，佢唔信我。
哇！嗰個時候咧，我心理狀態係好匆忙、好混亂啊，好似癲咗一樣，披頭散髮，我都顧唔到自己咁多。於是乎，即刻去揾保安啦，去揾服務員啦，去問啲路人啦，有冇見過我女啊？心裏邊咧不斷諗起有人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喺印尼，如果你走失咗啲小朋友咧，你唔使去揾啦，揾唔返噶啦。我一面跑，一面去揾，一面大叫，一面喺度嗌佢個名。你可以想象瑪利亞同約瑟嗰3日係點樣過噶？佢哋一定係非常之氣急敗壞嘅。結果我揾到我女啊，佢匿埋咗喺一個賣首飾嘅櫃嘅下面，仲好淡定咁樣呢，喺度自己顧自己咁樣呢，喺度戴嗰啲嘅首飾啊。如果呢個小朋友出事嘅話呢，媽媽唔會嬲噶，反而會自責，係咪啊？但係如果個小朋友冇事，佢仲喺度若無其事，對於你點解會嚟揾我啊？一面唔在乎嘅樣咁樣，咁就唔一樣啦，火都嚟啊！瑪利亞嘅脾氣呢，比我更好。路加福音2章50至51節，他所說的這話，他們不明白。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裏。瑪利亞唔係嬲啊，佢唔係一時之氣咁樣呢，諗住去鬧個仔。佢冇用佢嘅血氣嚟到去應對呢一個混亂同匆忙嘅狀態，而係存在心裏。耶穌嘅母親瑪利亞係成本聖經當中人生際遇最匆忙、最混亂嘅一個人，但係佢卻係常常將神嘅說話存喺心裏邊。遇到每一個突發混亂嘅事件，佢冇血氣，佢冇用人嘅辦法，冇用自己嘅小聰明去應對，佢總係將一切嘅事存喺心裏邊。唔係因為佢懦弱，有話唔敢講。大家估下，點解佢總係將一切嘅事存喺心裏邊呢？係因為佢常常嘅操練默想啊，佢晝夜思想神嘅說話。從瑪利亞身上面呢，我哋可以睇得到，我哋基督教嘅默想係咩嘅一回事？默想就即係將上帝同上帝嘅說話存喺心裏邊，唔同於呢其他宗教嘅默想吓。其他宗教嘅默想呢，就係空無一念嘅，佢哋嘅默想呢，着重同呢個世界分隔，即係話呢，將自己嘅意念完全呢去倒空。所以呢，佢哋嘅默想呢，非常之危險㗎，因為一個唔小心呢，魔鬼撒旦就會跑入嚟去騷擾你，去俾你一個 idea，讓你以為嗰個係從神而嚟嘅。呢嗰個釋迦牟尼啊，有一日喺葡萄樹下面呢去默想，突然之間呢，所謂頓悟啊，有一個意念話俾佢知，佢就係佛祖啦。咁樣就自創咗一個新嘅宗教，邪教異端都係咁樣開始㗎。基督教嘅默想呢，並唔係倒空自己，空無一念。基督教嘅默想簡單嚟講係有對象㗎。我哋基督徒係將我哋嘅心安靜落嚟，但唔係乜都唔要，唔係乜都可以入嚟㗎，而係讓神、聖經、神嘅說話進入嚟。呢一個呢係一個非常自然嘅一個活動嚟㗎，就好比如呼吸一樣呢，咁自然、咁重要。我哋唔需要好特別嘅恩賜或者技術啊，任何一個正常嘅人都識得點樣去做㗎。即使你嘅人生係點樣匆忙、點樣混亂，好似瑪利亞，但係你仲係可以輕而易舉做得到默想呢一樣嘢㗎。瑪利亞呢，佢將每一件混亂、匆忙嘅事情，佢冇將佢當係平常，而係習慣喺日常生活裏邊，將每一件事反覆思想神嘅作為。我哋呢就唔似佢啊，匆匆忙忙咁樣去過每一日。我哋每日遇到啲突發事件呢，我哋反覆思量嘅就係點樣去應對，而唔係反覆思量神嘅作為。瑪利亞佢係喺人生各個嘅環境、各個嘅際遇當中，佢總係時常將神嘅說話、神嘅作為同帶領存喺心裏邊，反覆嘅思想。所以默想就係首先要將個心安靜落嚟，而唔係諗住點樣去應對我哋日常生活嘅事情。
默想最大嘅困難就係個心靜唔到落嚟咯。每一次當我哋將手頭上面嘅嘢停落嚟，開始諗住安靜祈禱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我哋個心總係不自覺嘅有一啲奇奇怪怪嘅思想咧，一直咁樣跑出嚟，好似控制唔到咁。因為我哋現代人生活喺呢一個世代之中不知不覺都被呢個世俗嘅追求習慣啦，仲有呢個時代嘅壓迫啦，偏向着重效率，唔想嘥時間，所以我哋往往咧就會將我哋嘅 schedule 安排得滿滿嘅，唔俾自己預留任何充分嘅空間同時間，成日同時進行兩樣或者以上嘅事情。但係正正因為我哋成日都將我哋嘅行程表排到好滿搞到我哋咧手頭好緊，精神狀態咧好緊張，心靈好疲憊。所以咧，每次當我哋嘗試將我哋個心去安靜落嚟嘅時候咧，我哋個魂就會急不及待咁樣首先跑出嚟，讓到我哋咧極難安靜。其實連心理學家靠用咧，佢都曾經講過，匆忙唔係屬於魔鬼嘅嘢，而係匆忙佢本身就係魔鬼。撒旦成日都將匆忙放喺我哋嘅意識裏邊嘅。喺腦神經學上面咧，當你每日都咁忙，你其實就喺度訓練緊你嘅大腦變得焦慮。每一次當你匆忙嘅時候，就會強化你大腦嘅焦慮回路，特別係杏仁核嘅活動，就好似肌肉一樣，你越常咁樣用佢咧，佢就越強。所以喺表面上，可能你嘅匆匆忙忙係提升咗效率嘅，但係實際上反而會讓到我哋嘅杏仁核變得過度嘅活躍，讓到我哋慢慢形成咗焦慮型嘅體質。所以有一啲人呢，會發現自己慢慢變得好似唔自主嘅，成日停留喺不斷思索嘅層面裏邊，不停喺個腦裏邊呢有好多嘢喺度轉，有時係死胡同，有時係牛角尖。但係只要你停止餵養呢一啲焦慮回路，佢哋就會開始放鬆落嚟啦。呢個唔係靠正面思考能夠做得到而係呢靠通過默想，將個控制權交俾能夠讓你冷靜、讓杏仁核安靜落嚟嘅大腦區域，就即係你嘅前額葉皮質。最快嘅方法呢，就係默想啦。所以默想係從鼻吸口呼開始嘅。首先呢，我哋唔好將我哋每一日嘅行程表塞到滿滿嘅，我哋要每日預留20到30分鐘嘅時間，內在安靜默想。唔好將啲咧好忙嘅 schedule 咧排到滿滿嘅，或者咧將啲好忙碌嘅活動咧搞到你自己團團轉，亦都唔好俾嗰啲瑣碎嘅事、繁瑣嘅事、憂心嘅事佔據你嘅心。可能每日係 lunch time 嘅時間啦，揾一個安靜唔受騷擾嘅地方，最好唔好有電話，最好係一個固定嘅場所。我記得自己咧之前全職服侍嘅時候咧，我就係利用 lunch time 嘅時間去附近嘅公園揾一個少人來往嘅角落，可以睇到啲花花草草，讓自己安靜落嚟。但係如果你話你附近都冇花草嘅地方，咁可以揾一個冇人嘅房或者一個角落，一個空間。姿勢咧冇規定嘅，最好咧就係放鬆落嚟。我哋而家可以咧練習一次弟兄姊妹可以坐喺一張凳上面，將你對手放喺你個膝頭哥或者大髀上面，雙腳咧平擺咁樣放喺地板上。默想嘅時候咩都唔好諗，最重要咧就係喺神面前完全安靜，因為跟住落嚟我哋係需要聽到神嘅聲音㗎。你而家嘅呼吸咧就好似呢個圖畫咁樣。停止你腦裏邊所有嘅雜念，好單純咁樣咧，將你嘅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度。我哋用個鼻嚟到去吸入空氣，再用個嘴嚟到去吐出空氣。注意空氣吸入去個鼻孔嘅時候嘅感覺係新鮮嘅，仲有吐氣嘅時候，空氣離開個鼻係一種渾濁嘅感覺。只要專注喺呢一個呼吸上面，感受空氣入嚟嘅時候嘅安靜同埋舒服，吐氣嘅時候，我哋身體裏邊嘅廢氣吐出去清爽嘅感覺。
當你咁樣做嘅時候，你嘅前額葉皮質就會開始接管你嘅大腦，會從匆忙同埋焦慮模式轉為當下覺察模式。集中精神啦，眯埋眼，聽住我嘅聲音，同我一齊去做。我哋深深咁樣吸入去嘅係神嘅平安，吐出嚟嘅係我哋個人嘅焦慮。再嚟一次，吸入去嘅係神嘅同在，吐出嚟嘅係我哋個人嘅孤單。再嚟一次啊！吸入去嘅係神嘅力量，吐出去嘅係我哋個人嘅疲憊。用個鼻繼續吸入去嘅係神嘅肯定，用個口吐出嚟嘅係我哋個人嘅疑惑。再嚟一次，深深嘅吸入去嘅係神嘅更新，吐出嚟嘅係我哋個人嘅鬱悶。再嚟一次，吸入去嘅係神嘅活潑，吐出去嘅係我哋個人嘅老舊。弟兄姊妹，你繼續自己做呢一個深呼吸嘅動作，喺呢一個時刻係特別㗎，係你哋自願放低自己匆忙同埋所有嘅想法，主動嘅去親近神。雅各書4章8節講到：你們要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呢個係神嘅應許。呢個時刻，神已經臨到，而且親近你們啦。你感覺到嗎？我哋繼續喺做呢個呼吸練習嘅時候，默想瑪利亞。瑪利亞將一切嘅事存在心裏，反覆嘅思想。我相信喺呢個時刻，你心裏邊可能已經冒出咗一件事，呢件事可能其他人唔清楚，但係就連你自己都仲未能夠摸透點樣去面對。當瑪利亞遇到一啲嘅事，佢唔明白嘅時候，佢有一個絕招，就係將件事存喺心裏邊默想，將佢沉澱落嚟，而唔係去做分析，只係單單反覆咁樣去思想一件事。你哋知道聖經記載第一個默想嘅人係邊一個呢？係以撒。當年佢媽媽過世，佢悶悶不樂。喺黃昏嘅時候，創世記24章36節講到，天將晚，以撒出來，在田間默想。就喺佢默想嘅時候，佢嘅僕人將佢嘅妻子利百加帶嚟畀佢。
上帝安慰人，有時係通過收取嘅，佢必定代替嚟到去完成嘅。今日可能你失去咗一個人、一個機會、一樣嘢，但係正喺你願意放低自己嘅諗法，默想神嘅作為嘅時候，神係必定會親自嘅帶畀你安慰同埋新嘅祝福㗎。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繼續眯埋眼，再嚟一次。我哋大大力嘅、深深嘅吸入去嘅係神嘅安慰同埋新嘅祝福，吐出去嘅係我哋嘅失落同埋失望。喺聖經裏邊，第二個喺安靜當中被神再次更新嘅人，叫做以利亞。以利亞為耶和華大發熱心，殺咗450個拜巴力嘅先知。但係皇后耶洗別就大聲嘅警告佢：聽日我一定要殺到你。以利亞一下子就冧咗啦。有時候我哋都唔知咩原因嘅。一個女人比450個男人更加厲害。以利亞嚇到要逃命，逃到去山洞裏邊向神求死。但係等到佢休息夠咗之後，神讓佢有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就係有颱風、地震、大火，係山崩地裂嘅時候，佢咩都聽唔到。呢一切都過去，咩都冇嘅時候，以利亞喺好安靜、好安靜當中，中文唔知道點樣翻譯，就將佢翻成佢聽到一個微小嘅聲音。其實原文翻成英文係最好嘅，意思即係話沒有聲音的聲音 ，Voice of silence。呢一個描寫先至係最貼切嘅，咩聲音都停止啦，你會聽到好少、好少、好微弱嘅聲音喺你嘅心裏邊，呢個就係聖靈嘅聲音啦。弟兄姊妹，可能喺你嘅生命裏邊都遇到咁樣嘅情景，好似去到一個樽頸位，唔知道點算，但以利亞卻係喺安靜當中，願意撇低各種嘅思想，進入永生神嘅同在裏邊。喺安靜裏邊，咩聲音都冇嘅時候 ，Voice of silence， 你嘅耳朵就開通啦。你就能夠聽到神嘅聲音啦。我哋跟住用以下1分鐘嘅時間嚟到去練習 Voice of Silence。我哋深深嘅吸入去嘅係神嘅聲音，吐出嚟嘅係我哋各種嘅思想。弟兄姊妹，請安靜1分鐘。
兄姊妹，而家請大家睜開你哋嘅眼睛。我哋呢個練習仲未完學，因為要20到30分鐘㗎。但係因為而家時間嘅關係，我哋停喺呢一度。不過呢一個只係一個起頭，一個開始。我希望大家返屋企能夠好似我咁樣教你哋嘅，每一日抽出20分鐘到半個鐘頭去做呢一個呼吸嘅練習默想。如果你咁樣做嘅話，你將會有驚人嘅發現。你會發現上帝係點樣渴慕你將時間分別出嚟嘅。其實我哋嘅神係以我哋嘅默想為佢自己嘅甘甜㗎。有一個人呢，佢應該稱作默想大王啊，佢就係大衛王啦。佢喺詩篇裏邊成日都提到關於默想嘅事，其中最出名嘅呢，就係喺104篇34節嗰度講到，願他以我的默念為甘甜，我要因耶和華歡喜。大衛好清楚知道神非常之鍾意佢去默想，喺默想當中咩都唔做，單單嘅同神親近，神鍾意到不得了。神享受就係我哋每一日願意花一啲嘅時間同佢親近，咩都唔做，單單嘅去接近佢。如果你將呢一句說話比喻成為夫妻關係，都係好甜美㗎。我鍾意我老婆，唔係因為佢為我煮飯，而係我單單鍾意同佢一齊。我鍾意我嘅老公，唔係因為佢好識得賺錢，而係我好鍾意有一段時間同佢安靜嘅喺埋一齊。神鍾意嘅就係優質嘅時間。當你願意停低落嚟，俾一啲優質嘅時間佢，神會好冧㗎，神會覺得好甘甜、好感動㗎。弟兄姊妹，如果你覺得你朝早都真係好忙，忙到連飯都冇時間食嘅話呢，咁就請你喺晚上嘅時候，你去做默想操練啦。夜晚唔好掛住玩手機啊，玩到最後一刻，眼皮都就嚟要跌落嚟啦，先至瞓覺。花一啲時間俾神啦。詩篇成日都講到關於默想嘅，而且仲係夜晚添。例如1篇2節講到啦，我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大家都好熟啊。仲有4章4節嗰度都講到㗎，躺在床上的時候要默然思想。63篇3節嗰度亦都講到，我躺在床上的時候思念你，整夜地思想你。夜晚啊，對於人嚟講呢，其實係非常之重要㗎，所以晝夜思想，特別喺夜晚係好重要㗎。大家都知道啦，植物呢之所以能夠長大，係因為光合作用啊嘛，係咪？如果你有讀過光合作用呢，就會知道啦。植物如果一直喺太陽下面暴曬，佢嘅光合作用係冇辦法完成㗎，佢會死㗎。所以呢，朝早呢，佢哋接受咗陽光之後，就必須要有一段夜晚嘅時間嚟到去做光合作用嘅另外一半，叫做合成嘅過程。要將喺陽光嗰度得到嘅能源，到咗夜晚就合成佢，製造出所需要嘅養分。呢部分係喺黑暗當中去運作㗎。仲有啲牛呢，朝早出去食草，夜晚返屋企躺落嚟，佢哋做啲乜嘢呢？就係將喺日頭所食嘅嘢再吐一吐出嚟，好好整理一下，咬一下，然之後先可以吸收消化。呢一個呢，就叫做反芻嘅過程啦。神造大自然裏邊都需要一段時間反覆安靜處理。所以呢，人呢一啲咁複雜嘅物種，更加唔可以睇小夜晚嘅思想工作。好多人啊，日頭嘅時候覺得時間就係金錢，所以呢就將行程表呢安到滿滿嘅。結果呢，同時呢要進行2樣或者3樣，甚至乎更多嘅事情，唔俾自己預留一啲充分嘅空間。咁樣係因為人都通過創造出忙碌而努力嘅自己，讓自己得到自我肯定。但係殊不知道，好多時候佢係喺慌忙當中自亂陣腳，反而提升咗自己嘅不安感。好啦，你朝早再點樣日理萬機都好啦，
夜晚都唔係放縱自己嘅時候啊，而係整頓我哋嘅思想嘅大好機會。就連主耶穌啊，佢喺極其忙碌而且有效率嘅侍奉裏邊，佢仍然能夠忙碌而不慌亂。秘訣就係在於四福音多次記載，佢習慣喺夜晚天都仲未亮嘅時候，遠離人群，獨自退到曠野去。耶穌非常之聰明，佢成日都利用夜晚嘅時間同天父對齊，藉住默想嚟到去穩定內心。耶穌服侍嘅出發點係愛同接納，而唔係被認可。所以佢每一次侍奉完呢，佢唔係躺喺床上面呢，翻嚟覆去啊，喺度諗自己有啲咩地方做得好啦，有啲咩地方做得唔好啦，人哋點睇自己？唔係，佢係將夜晚嘅時間分別出嚟，用喺安靜自己嘅心靈同埋專注默想裏邊。咁樣就能夠使到耶穌能夠喺壓力底下保持平靜，從容咁樣面對日頭各種嘅挑戰。所以我哋基督徒呢，係應該效法耶穌嘅，特別喺夜晚將個重擔交俾神，反覆咁樣去思想神嘅作為，反芻一番。同樣道理，換句說話嚟講，所有讓到你夜晚唔默想神嘅各式各樣行為，譬如玩手機啦、打機啦、睇視頻啦、網購啦等等，其實都係喺度搞亂我哋嘅心，妨礙我哋嚟到神面前默想嘅。呢啲都係魔鬼嘅引誘。以賽亞書30章15節講到，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咁你唔肯，神都冇你辦法㗎，係咪？喺我哋好攰嘅時候，我哋一日忙完之後，都就嚟要耗盡嘅時候，其實玩手機呢，唔能夠讓你心神安寧㗎，唔能夠讓你重新得力㗎。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分心嘅辦法嚟嘅咋，讓你感覺好似放鬆咗一啲，但你只不過係暫時分心㗎咋，你嘅神經狀態仲未得到完全嘅放鬆。喺呢一種狀態之下入睡，你都唔好講睡眠質量啦。你聽日起嚟呢，仲係覺得攰嘅，因為你嘅重擔根本就冇卸下，所以你好難感覺得到乜嘢叫做重新得力。咁所以你係要分心啊，定還是你係要靜心呢？聰明嘅人識得點樣去投資佢哋嘅夜晚，愚蠢嘅人呢，只會日復一日咁樣消耗自己。下面以賽亞書40章31節講到，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唯有喺默想嘅裏邊，我哋創造出情感同埋靈性上面嘅空間，同神親近，聆聽神嘅聲音，將我哋從神聽得到嘅聲音存喺心裏邊，反覆嘅思想，先至可以重新得力，再次出發。如果你死都唔肯去安靜落嚟去默想嘅話，咁神就要責備管教你啦。神嘅目的只有一個，就係要改變你嘅人生，改變你嘅生命。有時候生活啦、工作啦、人生某一個方面，會將我哋逼到去一個絕境嘅，就係我哋成個人嘅精神啦，去到一個非常掹緊嘅狀態。我有好多 clients 咧，都係平時咧好忙啊，因為佢哋太叻啦，工作太上心啦，但係唔知點解去到某一點，佢哋工作嘅效率會越嚟越低，無論佢哋點樣做都達唔到佢哋想要達到嘅層次，又或者去唔返佢哋可以控制嘅局面，往反方向走，導致情緒越嚟越唔穩定啦，精神不安啦，各式各樣嘅心理疾病啦，甚至咧精神疾病都走咗出嚟，先至去揾心理輔導喎。弟兄姊妹，我哋唔一定要去到絕處先可以逢生噶，我哋嘅苦唔一定要食夠啦、食多啦，我哋先識得回頭噶。即係話，我哋唔一定要等到神嘅管教嚟到先至順服神噶。其實神都唔忍心見到你去到絕境先至去揾佢。
其實佢一早就已經向你作出呼籲啦。啟示錄本來就係為信徒而寫嘅，唔係為非基督徒寫嘅。耶穌點樣呼籲我哋呢？喺3章19至21節嗰度，耶穌話：凡我所痛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我哋呢一班一早就已經將生命交咗俾耶穌嘅人，我哋需要知道耶穌基督係幾咁渴望可以同我哋一齊同坐，同我哋相交。佢其實成日都向你叩門嘅，因為佢好希望同我哋享受持續不斷嘅筵席同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朝早再點樣忙，再點樣攰都好啦，你再點樣經歷緊屬靈厭食症都好，可能你唔想讀經，唔想祈禱，但係你千萬要記得，每一日，特別係夜晚，將自己嘅心打開，默想神。啱啱開始時候呢，你可以放一啲音樂嚟到去輔助自己，好似頭先我帶領大家所做咁。喺神學上，你會發現只有通過默想，神介入咗我哋嘅意念當中，更新我哋，屬靈嘅火焰就會將我哋一切唔潔淨嘅嘢都消滅淨盡，使我哋嘅生命能夠更加貼近神嘅心意。喺科學上呢，默想係能夠活化大腦嘅特定區域，帶嚟情緒上面嘅平靜感，提升情緒健康。而且有默想習慣嘅人呢，係可以得到增加大腦皮質嘅厚度，活化情感同埋情緒管理嘅區域。而喺神經學上呢，當我哋嘅默想時候，我哋嘅神經狀態放鬆呢，就會產生一種超乎我哋平常會諗得出嚟嘅一啲嘅 idea。所以呢，喺呢個時候，聖靈就會向我哋顯示一種極其實際嘅見識啦。譬如喺默想裏邊，我哋突然之間會獲得一啲嘅指導㗎，點樣同你嘅另一半相處啦，點樣去處理眼前嘅問題啦，點樣去適應而家嘅困難啦，點樣去應付工作上面嘅情勢啦，等等等等。所以有時候呢，如果你唔見咗嘢嘅話呢，不如先放鬆落嚟啊！藉住默想，神會讓到你嘅記憶當中，讓你諗得起嗰樣嘢到底跌咗去邊度。甚至有時候我哋喺默想嘅裏邊會有好奇妙嘅經歷㗎，譬如魂遊障礙呢一啲見異象嘅狂喜經歷咯，唔常見，不過佢係非常之美妙。呢一個就係所謂嘅得勝啦，唔單止係去到天國嘅時候嘅得勝，可以同耶穌同坐寶座，而係我哋而家就可以體驗得到得勝嘅實在，因為你樂意同呢一位嘅神相交，佢係絕對唔會虧待你㗎。其實默想就係愛同被愛之間嘅關係連結。喺屬靈嘅層面上，當我哋同呢一位鍾意同我哋聯繫嘅上帝交通，你就會發現默想係有助深化你同呢一位神之間嘅關係，亦都只有默想先至會讓我哋感受得到被神厚厚嘅包圍，被神嘅愛充滿嗰份嘅滿足。而喺心理學上面呢，默想係能夠幫助我哋喺困境當中更加相信神嘅應許，擴展我哋心理上面嘅信心。喺性格上面呢，神會叫我哋嘅心靈平和、柔和、謙卑，俾我哋一個更加遼闊、更加平衡嘅角度去正視我哋嘅人生。好啦，總結今日所講，默想操練，順服聖靈，神係會重新啟導我哋嘅生命，俾我哋有足夠嘅力量，成功面對我哋人生各式各樣嘅難題，生命得着改變，並且我哋能夠活得更加豐盛。我哋一齊嚟祈禱啊！
親愛天父，多謝你，多謝你教導我哋默想。原來默想唔係可有可無啊！凡係同你有關係，凡係屬於你嘅兒女們，都必須要首先願意安靜喺你嘅面前，願意畀時間你，哪怕只係一日20到30分鐘，安靜思想你嘅作為。可能在座或者聽到呢篇講章，有唔少嘅弟兄姊妹都因為各種嘅原因，好耐都冇同你好好咁樣傾過偈，冇讀經，躲喺屬靈嘅黑洞裏邊。但你今日佢係話畀我哋知，唯有默想先至能夠扭轉我哋而家嘅光景，唯有默想先至能夠一步一步拉近同你之間嘅關係。多謝你用你嘅愛去吸引我哋，願我哋每一個人都樂意默想，好好嘅願意同你喺埋一齊，畀你安慰，畀你感動。祝福每一位願意踏出第一步有行動嘅弟兄姊妹，讓我哋喺默想當中得着前所未有嘅釋放同能力，品嚐得到得勝嘅實際。祈禱係奉大能者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阿門。